黎明一見鍾情，戀23歲翻版洛基兒啊！正所謂一見鍾情我愛你，兩日不見掛住你。黎天王就最明白啦，同基兒離婚之後，感情生活一直神秘。不過最近有可靠消息話，天王經已有新女伴，年紀大約23歲，個樣同前妻基兒仲有幾分似添。消息仲話佢哋喺朋友 gathering 識嘅，天王一見鍾情之後展開熱烈追求，最終贏得美人歸。愛得轟烈，愛得保密。據知神秘翻版基兒被入住呢一度，保安勁嚴密。住客話就算撞到天王都係戴口罩，但係冇兼拉到勁低。仲有出街出海啦，夠安全，冇狗仔隊嘛。對於有新戀情，經理人就未有回應。黎明一見鍾情，戀23歲翻版洛基兒啊！年紀大約23歲，個樣同前妻基兒仲有幾分似添。